要大家平安。伫礼拜进前，咱用两首的诗歌来陪伴咱的心。咱来吟信息第152首，救主听痛的声。咱来吟第1、第2到第4节。救主听他的声，我就欢喜来听。你好，我泪牺牲落泪，救我罪人性命。主来救你，我哪来救你？救主听他声音，我就平调的心。当我最最受定是给了我实在真情。主来救你，我来救你。信息第246首，这首诗歌可能对在座的大位可能无解释，咱来吟全首。上帝，我们感谢俄罗你虽然天气有较冷，但是你互阮有这个心志来到你的
宝座前来敬拜俄罗斯。求你保守咱的心伫你面前是受稳定甲平安用你的话来教示咱求你保守咱的敬拜对祈祷感谢诗歌拢有你的欢喜求你保守咱全程的过程拢是你所欢喜的。咱要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你主的名，阿门。各位兄弟平安，请咱用欢喜的心来敬拜上帝。
着趁上主找着的时，找求伊；趁伊伫神美的时，求伊。社会人着去杀因的道路，不义的人着改变因的想法。因着归向上主，伊会怜悯因；着归向咱的上帝，伊会宽宏赦免因。请大家吟诗学老上帝，圣诗第152首，救主疼痛的声，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请坐。叫阮同心压头来祈祷，创造宇宙万物、全人类的主宰、大权人的阿爸爸上帝，感谢你搁一摆组织阮向你敬拜。阮献上学乐甲感谢，因为阮伫地面上的所有的一切，拢是对主白白领受，这是何等大的恩典甲福分。阮要一世人拢跟对主，照主的教示去行。求信心即时阵伫咱中间，帮助阮了解你的启示，享受你的慈爱。主啊，感谢你带领保守阮即礼拜会当平安度过。虽然阮受拣选、受洗礼，归伫主的家庭，成做主的囝儿，虽然阮信，却无够坚定，无好的所行，也无教义的疼心。反倒时常陷入罪恶的引诱。主啊，阮要向你来认罪悔改，透过主耶稣的保护，求你赦免阮一切的罪过，清洁阮的心灵，救阮脱离黑暗，互阮伫终生会当行伫主爱阮
所行的道路，帮助阮过性格的生活。顶个月，阮选出新日的长老甲执事，要来线教会的事工。昨日，剧组的长职物提出明年度的事工计划，准备要来举行侪训练甲活动，求信心只是阮应行的道路，互阮有教育的智慧，有谦卑，有信心，有毋忘，有疼心，有体力，所做的工拢会当荣耀你的名，伫主内面结连一体，成做合你心意的教会。阮中间的兄弟姊妹，身体欠慢，心内忧伤，也是拄着困难的，求主怜悯医治，互因充满主的安慰，对主领受教育的信心甲气力，为因开路，脱离忧伤的困境。毋望今日的礼拜有你来带领，阮会当通过牧师的讲道来了解圣经的道理。阮将今日的聚会交托伫你的手中，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请咱三个来交读启应文第20篇，也就是诗篇90篇。我来启兄弟来引。主啊，你世世代代是阮的避难所，大地甲世界也袂造成。你互土造的人归回土粉，对你来看，1000年亲像过去的昨日。你用淡水甲人清早，人生亲像一场眠梦。早起时发起来无声，阮因为你的受气消灭。你将阮的罪过摆伫你的面前，阮的日子拢伫你的受气的过去，阮的岁数不过是70，阮得到的不过是劳苦忧愁。啥人感受会到你受气的威力？求你教阮会当算家己的日子。上主啊，你啥物时才要改变心意？求你透早就互阮享受你的慈爱。你互阮即使有偌济艰苦灾难，求你互你的仆人看见你的作为。主，阮的上帝啊，一声，求你互阮一切工作顺利，求你互阮所做的一切亨通。请三个来强守上帝的话。今日伫圣经的诗篇第119篇第105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华语再念一遍：你的话是引导我的灯，是我人生路上的光。圣经读到这，愿上帝赐福听伊话的人。只是要请信歌队来学罗上帝，所要用的诗歌是放落你的重担。
这是要请陈炳勋牧师来讲道，伊要讲的题目是上帝的话。主所听的牧师刘忠亲刘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但先要请问大家，牧师甲这个喙烟开落会使无？安尼有较缘投吧？声音嘛较好听真欢喜伫我的母校台湾圣雅医的奉献纪念主日受派来到咱教会。实际上我是两信的校友，因为我信道神学系时，我是读台南圣雅医，后来正式入圣雅医读册，是到台湾圣雅医。真欢喜今日会通甲大家同心来敬拜。另外，牧师要请问咱大家，因为我讲道较爱行来行去，恁有法度接受无 ？OK 好，安尼我开始行真欢喜来到咱的教会甲大家做伙来敬拜上帝。今日咱所看的这段圣经节，绝对对无？什么人上欢喜？属内的人上欢喜。那一站牧师的压力上大，因为你一站要讲半点钟还是40分钟，无遐容易，所以就要慢慢去掘。伫今日这节的圣经节，大家拢真熟对无？无真熟，因为差不多20%较印讲有对，其他拢无印，所以拢无熟。哇，拢无去。要请问恁今日来到教会有欢喜无？哇，安尼赞，大有安尼即款的声。今日要甲大家分享讲上帝的话，安尼但先牧师要问你，上帝的话对你来讲是啥物？有啥物意义？头前一顶路上会讲哇厉害，我马上运用。每一个人对你讲上帝的话，对伊来讲有啥物意义？可能会拢无共，可能拢总无共。可上帝的话对你有啥物款的帮助？有无？袂惊歪错，真好咱教会敢较掂伫我的前言遐有讲，其实上帝的话如果你若注意甲看，你注意若有咧读圣经，你注意甲看，其实上帝的话就是咧指圣神。咱来看约翰福音第1章第1节到第5节，因应讲的当讲若有法度，咱敢有网络？教会有网络无？会当去找你个拍台语汉字圣经不要紧，我先讲约翰福音第1章第1节到第5节，伫遮所讲的，你爱去注意讲，论起头有道甲上帝三甲地咧，道就是上帝。哇，安尼要安怎？这个道就是上帝。原文希腊语是讲 logos， 这边是一个 logos， 伊的意义就是话，是话。有时人有甲翻做是福音，所以你若要看这个，你爱个倒转来到伫创世纪的第1章。你才有法度去感受会到。咱搁来看创世纪的第1章的第3节，讲上帝讲，那安尼上帝讲是毋是上帝的话？是无？讲着光就光，安尼。所以上帝的话就是咧指上帝伊的快乐，伊的圣心。
安尼大家有清楚了解无？吼，今日有较冷，我讲到小可会冷。吼，所以上帝话就是咧指圣神的工作，指圣神的溃烂。所以伫约翰福音遮所讲的，万物照着伊来受创造，伊会光照伫人的心灵内面，但是安怎？光照伫黑暗，黑暗无要接纳伊。这黑暗，你讲人的心灵的黑暗。咱大家有可能，大家人有真侪人是一年52个礼拜，或是53个礼拜，逐礼拜拢有个教会。有的人无一定可能会跳咧。但是无论你是拢常常来教会，或是讲你有跳咧来教会来礼拜，你的心灵有真正接受上帝的话无？哇，赞！咱甲拍扑啊一个，大家拢无注意听，我拍扑啊一个，你拍遐济，这无说爱讲笑吼。咱礼拜爱庄严，但是唔好严肃。严肃吼，大家会惊，精神会走来走去。但是咱的庄严，都是无离开上帝话语的教示。所以牧师有时会讲一寡笑话，甲恁讲一个，互恁欢喜一个，无精神本来是要拄咧笑起，得个有精神啊，我知影，因为咱人的注意力差不多20分至30分就算足好诶啊。你要去听人讲诶，有时就会慢慢就困去，这是真自然的现象。但是唔好惊，牧师袂互恁困，目睭会甲你看。但是我顶悬咧，我都安尼看，所以上帝的话为什么遐尼要紧？拄则咱的兄弟有印，咱的姊妹无印。个咱今日共同的圣经就安尼讲，上帝的话就是咱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只要你有相信，就会成。因为上帝的话是咱的保护，是咱的照顾。为什么？都有一个女的宣教师对英国到伫印度，咱知印度有足侪蛇、饭丝虫，饭丝虫大家知影无？眼镜蛇，眼镜蛇。这个宣教师伊有一暗，就要去探访，住暗的时刻，在行，忽然间，路人，安尼你就袂爱困了吼，我甲你带一个。忽然间，就尾蛇伫迄个路顶，你想，对这个宣教师来讲，伊会惊无？当然嘛惊，迄是毒蛇呢，足毒的蛇呢。拄伫迄个时阵，同时间伫英国，当然伊的早甲伊的暗有无共。一个囡仔伫祈祷，伊为着这个宣教师来祈祷。因为这个囡仔对细汉就受父母来甲伊培养，怎样爱去关心人，怎样来替别人来祈祷。所以当这个女的宣教师伊拄到这个代志，伊过几年后，伊爱倒转去到英国的车会，伫遐来报告，伫遐来募款。伊就甲伊所拄着这个代志讲出来，讲出来了后，到伫迄个礼拜煞，
这个囡仔甲伊老爸都来找这个宣教师，讲你所讲的迄个代志，阮都来替你祈祷。到遐拄好诶，但你感觉安怎？这是什么人的工作？上帝的工作，确实是上帝的工作。因为伫暗暗的中间有法度，互即个宣教师有影着讲，遐有一个物件伫咧，慢慢啊，伊安尼闪过看到一尾纸。所以上帝的话时时刻刻伫保护着咱。因为圣神无所不在，无所不为，无论到伫倒落，上帝拢甲你伫咧。你敢会相信？你有相信无？真好。可是人若讲伊是基督徒，但是伊滴啊一心要点点啊，伊就无相信上帝话，安尼伊嘛袂得救。上帝话是咱每一个基督徒拢爱完全的接纳甲相信，无所谓的，互你选择。圣经毋是照着你的理性，照着你的智慧，照着你的参名来认捌伊，迄是无可能。圣经有甲咱讲，咱只要信，就要得到救。所以只有信那定，无所谓讲我搁来试看卖咧，我来研究看卖咧。上帝话无法度互你安尼去批评，人无法度迄款的能力要来批评上帝话。所以上帝话是有规律的。伫创世纪拄则有讲上帝讲有啥物就有啥物，咱就知影讲上帝伊的规律。你讲你有法度无？你讲你要有啥物？我永远拢无，对吧？所以咱人袂话，人是受上帝所创造，但是人有上帝的灵三甲伫咧。上帝的神三甲伫咧，咱来看创世纪第2章第7节。创世纪第2章第7节，你若家己查圣经的吼，你家己一定爱毋好起来，拢无迄个原封摕倒转去，下礼拜搁半半咧，搁起来，毋通一定爱开。你会发现，你也开始吼为遐你姊妹搁较用心哦，伊会早一本簿啊，伫今日所讲到有啥物感动，伊就甲记录起来，这是非常好的。这你绝对伫信仰上，你的灵命的确会进步。所以上帝的话，伊的规律，毋是人所想象会到的。创世纪第2章第7节，伊足简单，就安尼甲咱讲：上帝用地上的土粉安怎敲做人，对无？然后对人的鼻孔分一个气，迄个人就成做啥物？有灵的活人。所以人无信主，是因为上帝的灵已经离开伊，但是伊同款，上帝阁互伊活的灵伫咧，互伊活的灵伫咧。所以咱会通信主，是咱欢喜阁接纳上帝的灵，进入到伫咱的心灵内面，成做咱完全的主宰。但是你的生活有无上帝甲你主宰掉咧无？当你相信讲上帝话是我的保护，是我的照顾，为什么讲？是咱脚前的顶路上的光啊！黑暗是上爱什么光对无？
你若无光照的时，你会跋倒无？无细日就会跋倒。其实人伫有光的中间，人嘛会跋倒。你有相信无？为什么会跋倒？明明光光啊，你就安尼行行砰一下，哇，你煞跋咧。因为是你有时伫急无细日、无注意的中间，家己的骹小破一下，拢砰一下倒落去。这也就是讲，咱人真容易去拄着危险。为什么？因为咱的心若无定，若无定根伫上帝的话，咱真容易去互人迷惑。佮大部分的人足爱听八卦的话，迄听咧拢耳啊啪啪啪。但是对伫上帝的话无拄拄，特别有理性的人，佮较足理性的人。伊咧看上帝话是咧辩解上帝话一句话有下伫我无，那安尼就害去了，因为咱无迄个资格，咱一点点仔迄个资格都拢无，所以咱毋好要来认为讲我的气力比上帝较大。若无上帝话甲你伫咧，你会保护，你会照顾。有可能就随时无去。亲爱兄弟姊妹，伫你的生活的中间出入，你拢有祈祷无？有诶，请举手。哇，袂歹，有好，谢谢。谁人无需要安尼问？阁请恁举手。为什么？因为见证。在为主做见证，讲有，阮有安尼。所以咱看到其他的兄弟姊妹，因有安尼举手，你就知影讲，伊对你这个事已经注重。为什么这个事遐尼要紧？有时可能你要出去迄个时间有较急，可能你会使较紧，所以你需要上帝的话。上帝的神来保护你，所以咱每一个人上好养成一个习惯，无论行路，无论骑脚踏车，或是骑奥多摆，或是开车，拢总爱先祈祷。迄就是叫做尊主最大，咱看重上帝对咱的保护甲照顾。到的时，到着目的地，你就爱感谢，感谢上帝保守我，甲阮全家，甲我亲人朋友，同学拢伫咧，互阮出入拢平安顺遂。这是基督徒一个最基本的生活的性命的行达甲表现。佮有时伫你的祈祷的中间，上帝会互你发现一个足奇妙的事，你会足欢喜。我会记得有一摆，我带对台中开车倒转去到我牧会所在彰化万丰教会。我迄大汉囝大10个月，阮的习惯拢安尼。伫迄个到教会时，我嘛共款祈祷，感谢上帝，感谢上帝的保护，阮拢出入平安。奉耶稣的名求，阿门。你知影无？我的大汉囝第一句话就是阿门。我迄欢喜一个讲，哎呦，我的囡仔会讲话啊！迄个欢喜，毋是我真的话语所会通形容出来。迄款的欢喜实在讲袂尽啊，真正是讲袂尽。所以上帝伊互咱的欢喜，真正是奇妙。因为上帝知影咱心灵活命的需要，伊知影咱的欠缺，所以伊的话不三时就咧保护甲照顾伫咱的心上。毋然呢，
上帝话也时时刻刻地引带咱逐人头前的路站。咁难呢？当上帝咧引带中间，就表明什么？上帝时时刻刻啦，拢陪伴伫咱的身边，伫咱的周围。大家毋知有听过一首诗歌？沙坡顶的脚只，有吼？迄首足好听，吼！迄首诗歌伊的背景咧讲，讲本来伫迄个沙坡顶安怎有四个脚印，四个脚印表示几个人咧行，两个啦吼，绝对毋是一个，嘛毋是三个，对无？两个咧行，但是行啊行到一段路的时，哇，四个脚印变做两个脚印。伫咱人的生活的迄个过程，常常有即款的情形产生。咱若心神无定，就会甲上帝埋怨讲：上帝啊，你到底是走去倒落？当我咧孤单，当我咧拍拼，需要人陪伴时，你无伫我的身边。你看，四个脚印变做两个脚印，为什么你离开我？上帝就出声，甲咱回应，用囝呀，你知影无？迄两个脚印是我爱你的行。确实，有时伫咱伫人生的路站无力，愈行愈衰烂，愈行拢无力去啊，过两个过。因为可能伫这个人生的过程，你会拄到侪艰难、甲困苦、甲挑战、甲攻击等等，甚至是互人误解。但是拢毋免惊，因为咱的上帝甲你爱条咧，伊永远地引带陪伴咱头前的路，所以咱一点仔紧张都拢无必要，毋免去烦恼。你若讲你是基督徒，你有读上帝话，你的确爱安尼确信。你若无安尼确信，等于白白浪费你家己的人生的时间甲生命。所以上帝的话是咱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对咱是何等的要紧。因为到了落尾，你会发现上帝的话会赏赐咱平安甲喜乐等等。你有经验过无？你看到上帝的话，哇，心灵真正是安定，佮真正是喜乐。有诶，请举手好无？哇，足济吼，真好。OK， 伊愿为上帝做美好的见证。可是啦，咱有时难免，伫拄着艰难困苦，迄个冲击，迄款的攻击，哇，心内是毋知要安怎形容。总是听到上帝的话，你迄个欢喜，目屎流。所以上帝的话为什么对咱遐尼要紧？下面咱要请咱的同工来放一首可能大家会感觉牧师这礼拜你较放迄流行歌，等你听了你就知。好，来请咱的同工麻烦你，亲爱的兄弟姊妹，你听了安怎？你的反应是什么？对，其实这是咧讲伊读圣经，这是写书写曲。迄个梁鸿志兄弟伊所写的，蔡琴杯啊，伊嘛来信上帝，所以伫艺人的中间有侪是基督徒，所以有一个家伫台北有一个佳音教会，迄个就是廖明发吼，伊即摆是做牧师，伊是台北树林教会的长老，
后来伊做牧师，伊为着这个艺人所去创立的佳音教会。所以照着安尼，虽然讲拢无讲到上帝哦，对无？有上帝字无？但是这拢在学到上帝。就是讲你爱读上帝话，读啊哇，拢未亚身，佢读啊足欢喜的，因为伊就是你的性命的诗书啊，的诗篇。所以上帝的话对咱是遐尼要紧。当你有需要，伊就马上互你。所以你若无读，你唔知影，你唔知影要安怎去找上帝。你若无读，你嘛唔知影要安怎传福音互人。因为你无读，人甲你问的，你说硬，哇，迄实在有可惜。所以爱读。伫我牧会中间，拢有对兄弟姊妹做圣经的测验，但是这个测验毋是我甲因考，是因家己自我测验。我会出题目，即摆因家己考了家己改。若考到90分的人，家己去摕一块沙文，迄就是伊的奖品。迄有的人会咧讲，牧师，你看我得几粒题啊？咱大家学咯。迄圣经自我测验足趣味的哦，你嘛会足紧张，哇！毋知写你对毋对安尼吼。啊，当你有影得到90分以上，就有一块沙文啊，迄是6的啊。但是即摆促销一块大概6块，但是迄真芳对无？都是这个只不过是对兄弟姊妹一个鼓励。这个鼓励，因嘛感觉哇，足有成就感的。伊这款的欢喜，毋是简单的应付讲啊，3个月就搁买一摆自我测验，无诶。伊慢慢啊读，伊会慢慢啊愈欢喜，因为上帝话伫伊的心灵内面，伊就充满平安甲喜乐伫咧。咱的兄弟姊妹拄则拢有见证，可是上帝话伫咱的心灵活命的中间会运作。当你拄着艰难困苦，你拢免惊。因为上帝话有甲咱保证甲应允，请咱来看诗篇46篇的第1节。诗篇46篇第1节。诗篇46篇第1节安尼讲，大家拢ห็着未？好来，若ห็着。看你要用什么款的语言读，拢袂要紧，大声来读吼。讲上帝是我得险的所在，甲溃烂，也是我患难中什么及时的帮赞。这是对咱的应允的。你有抓条条无？你有甲上帝话抓条条无？毋好甲抓条条。蒋伟所唱的迄首歌，我要甲你揽条条啦。来甲上帝揽条条，永远袂放。你看是及时的帮赞，你有需要马上就到。所以上帝话对咱是何等的好，因为伊确实咱骹前的顶路上的光啊。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毋忘记这个礼拜你听了，以后牧师若阁有机会来时，哎呦！足侪人有咧读圣经哦，佫会甲我问一寡话哦。当然，恁常常来问恁牧师，因为伊随时会当甲你解说。可能嘛有人会安尼讲，牧师，上帝话在人解说，我讲哇，安那在人解说就害啊，迄足危险的呢，迄足危险的。伊绝对有伊一个根据，甲伊的根源，甲伊的路径，无可能互你凊彩解说。
上帝的话不是照你的欢喜，照你的人物来咧解说，绝对不是，是爱照着伊迄个根据来咧讲，来咧听。所以上帝的话要带予你平安甲喜乐，你敢无爱吗？一定爱。好，最后咱来读结论，来麻烦咱的同工，咱做伙来读，好来，请亲爱的兄弟姊妹，上帝的话是咱一切的帮站甲倚靠，你想要得到无？若要就用心日日读上帝的话。佮谦卑用心灵甲诚实上帝祈求吧，请要记得，要读上帝的话，佮上帝祈求。愿上帝赐咱大家，互你的一生拢得到上帝的同在甲祝福，请咱同心来祈祷。求恩的爸，你实在疼惜阮，因阮人实在无够也要有最的软者。恳求上帝，你施恩怜悯阮。当阮软弱的时，当阮软者的时，你无去杀阮，反倒当你甲阮揽条条，因为你实在疼惜阮。当阮无助的时，你也无看轻阮。你用你的话语、你的圣神来运行伫阮的心灵的内面。无论阮是屈足艰苦，或是阮的肉体有病痛等等，你拢甲阮同在，因为你是信实的上帝，你的话语应允阮。既然追求你的人，就要得到福气。你的话也教示阮清楚明白。既然嘴咧讲主啊主啊的人，无拄入天国，独遵行被上帝旨意的人才会。主帮助阮去掉你这个。通互阮的一生成做你的路用，带最人来归入主你的性命。感谢天父来用阮，垂听阮的祈祷，祝福公园基督长的教会。伫遮的徛起，也要成做这地区的光灯，来帮助最人来信主，来归入主你的性命。感谢你使用这的兄弟姊妹，互你有快乐、甘心乐意传扬福音。来带人归入上帝你的性命，也同心来享受上帝的疼无煞。感谢你，赐福的牧师因夫妇因全家大细，甲每一位中级兄弟姊妹因的家庭的每一位，拢得到上帝的看顾，甲得到上帝的帮赞，甲得到上帝的引助。上帝要赐福满满伫因的身上。阮安尼祈祷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请三个来吟回应的诗，信诗246首。我对星星喊轻。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
请坐。请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请属献同工。请起立，因奉献的诗。主，我们感谢俄罗你，因为你手持咱教育的才能、开力甲金钱，互阮会当徛起伫即个社会，咱嘛愿意献上阮淡薄仔金钱为着你的荣耀、你的名互搁较侪的人来入捌你求主原谅你的金钱互信心来所路用感谢我咯，都是奉靠你的名，阿门。请坐。煞遮来报告，请文进长老。请坐，大家平安。今日减迄个台啊，减10公分，看我感觉较细汉吼。好来，今仔日天气突然间较冷吼有真侪咱迄个长辈兄弟拢无来到这个中间吼。不过真正欢迎陈牧师来到咱的中间来讲上帝的话，咱搁一遍拍扑欢迎，多谢伊。会记得为着代神奉献这是重要的事。好 ，OK， 好，来，我今仔日直接要报告，咱来先开这张，迄个圣诞节期活动的服侍意愿表咱今年有真侪同工拢来愿意来投入这个圣诞节期的总共有11个活动，需要咱兄弟大家来注意。好，第一个后一个主日，咱是联合礼拜，是10点开始。咱后一个主日是10点开始，咱是迄个新竹这个专门的圣诞剧《黑森林历险记》的首演。咱伫10点伫咱教会开始。来，咱有第2场的抓马圣诞剧，这是为着社区的里民，是咱其他的所在有军公里的里民，嘛有迄个毕师大的北门圣教会那边他们在关怀的一群年长者，
搁咱的妇女团体，甲咱的少年团体，伫遮要三甲组织12月初1，这是拜五吼，拜五吼，这将近有250人吼，安尼。啊来第三是社区民众三件的迄个暗会吼，啊，这个主要是为着咱公园里的里民吼，啊，咱有甲公园里的里长，啊，甲这个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现任的里长应该是这个理事长的查某囝啦，吼，这个林志雅前里长，啊，甲伊的查某囝，吼，啊。咱有去牧师、甲燕平、甲春吉，拢有去来拜访，啊，要甲这个有做一个连结。啊，咱伫迄个12月初2拜6的暗时，伫咱教会有一个福气餐桌，吼，啊，这个是燕平才有邀请咱田康里有几位的同工会来到服侍，吼，啊，这个将近差不多100个啦，吼，包括咱服侍的人，吼，将近20个，啊有预定是70个里民会来咱的中间，吼。啊来第4个，迄个青年伫12月16有一个极致圣诞，吼，啊，这个是差不多有50人，啊，这迄个晚餐是宜丽甲燕平，因2个人要来负责来煮，吼，啊，这个是迄个青年崇拜。啊来，第5个 special message， 迄个是咱儿童主日学，迄个部分咱伊是10:20到12点，吼。来，23号到24号，就是咱的真正迄个紧锣密鼓的迄个。23号是拜6，啊，咱建敦长老甲幸福小组准备来办理恩典永流见证音乐会，啊，这个是。采取一家一菜，大家30甲组织，哦，建伦长老是预估差不多有150人，哦，啊，欢迎咱兄弟姊妹，你厝内手来，这叫啥？手路菜，乡乡咱叫袂出来安尼，手路菜，但你的手路菜来捧出来安尼吼，欢迎大家做伙来吼，啊来。第7个是圣诞赞美礼拜，这赞美礼拜咱是圣歌队加敬拜团，哦，预定一个演剧组啦，啊，目前这个还没有确定哦，啊，先下来，啊，你若对这个拢圣歌队敬拜团的敬拜拢有兴趣的，会当向咱的圣歌队向咱的迄个恩慈啊，还是咱的灵尊长老来报名，啊，圣歌敬拜团的向咱的乃真姐妹哈来报名，啊，欢迎你来参与到这个服侍。啊，咱伫圣诞主日12月24日中昼，咱教会会办爱宴，哦，会办爱宴。啊，这个望所有的，包括即摆伫线顶咧看的兄弟姊妹，欢迎你伫咱圣诞主日来到教会参加组织。12月24日暗时。7点到7点50分，咱有一个圣诞眠的平安礼拜，吼。礼拜煞，咱有一个圣诞夜的报佳音。咱这个是采取着关怀会友的行动。如果你若需要教会去迄个报佳音呢，报名，这报名单会伫较时机较到的时阵，迄个。放伫咧1楼遐，啊，望大家让来签，啊嘛需要开车的司机，吼，因为咱有真侪兄弟是当年较困难来到咱的中间的，那么望会当透过这个圣诞眠这个报佳音这个时阵，会使送一份礼物去到伊的厝内，甲因的厝内人伫遐做一个祈祷，表示咱的关心，啊，望这个。有较侪兄弟会当出来担任司机，哦，啊，咱的长老、执事会当来担任，会当带队的，会当去遐代替祈祷关怀的一个队长。啊，来11来，这个是咱社区迄个
慈惠关怀的活动，这是妇女团契。咱已经去香山迄个仙乐园安养院有几啊年的时间啊，咱共款延续迄个关怀的活动。迄个所在，美生长老有了解讲，迄个所在住伫迄个所在的安养院的人，多数足侪拢是有行动无方便，爱饲豆花，爱搭饲豆花，毋茫按。兄弟，你若迄个时间会当的，欢迎你会当甲美生长老、甲妇女团契者来做报名，咱同齐来做这个事。上帝真欢喜，同齐合力完成一件美好的事的人，毋茫你是这个人。之前有听一个台神的马约翰牧师讲，咱的服侍是在回应上帝的听。每一个基督徒在服侍是在回应上帝的听。好，来，搁一个是咱社区，咱教会马街病院要开始伫咱的公教会1楼办理一个叫做“公园教会长者年满65岁健康促进活动”邀请。这个活动是伫10月7第一摆，就是要伫咱教会。上午9点半，因为这个有一个限制，这个限制是65岁以上的长辈才会当参与。这个目的就是要关怀到咱迄个教会，还是咱社区年满65岁的长者的健康的状况，要会当伫迄个每一个月聚会中间，透过护理师带咱量血压，量咱的腰偌大，你若愈来愈大嘛毋好，愈来愈细，敢若嘛有问题。所以伊会长期建立咱的健康的个人的健康卡。咱每一遍来参与的时，伊会带咱量这个数字。假使12月7、8量的，甲1月量的有真大的迄个差异，伊会带咱提醒。这个上半场，这个量了后，伊的后半场会有一个健康促进的活动。这个活动伊会根据着咱的长者所互伊的你身体健康的迄个一寡资料，迄个，譬如讲，我这腰酸背痛，我会安怎安尼？伊会优先用迄个咱较紧急需要的迄个健康的迄个内容，来甲咱做。提醒，爱伫遐报告，还是伫遐做叫咱做简单的健康操，这个有一个要求，爱会当长期出席，就是你袂使今仔日来，后一个月迄个就讲我有代志无来啊，毋好安尼，伊这是马街病院长期要来关怀社区的长者的一个活动，伊已经有伫2个社区，这个郭美丽科长伊讲，一个军工里迄个所在遐，迄老人有够济，迄拢超过因的工作负荷，安尼。咱遮暂定30名，如果咱报名的人数无遐济的时阵，咱就真正要开放互公里的里民。我今仔日伫楼骹发，应该是差不多20张出去尔，因为今仔日天气冷来，有真侪兄弟长辈还未来，后一礼拜还阁继续发。毋茫你的亲友是大人，还是你会当来教会的？会当来教会的。伫个每一个月的第2个礼拜5，第二礼拜的礼拜5，9点半到11点半，伫咱遮。有这个健康促进活动，你这个有摕到的你这个单爱详细看，毋茫你会当长期来甲兄弟姊妹讲话，来听一寡要安怎会当互身体更加健康的事的内容，互上帝迄个听伫你的内底，真正得到温暖啦。多谢大家，欢迎你来，即马有7个人报名。
补充报告一下吼，第4点传道组公含义吼，后礼拜下晡12点半到下晡2点半的鼓励为主的循环经济吼，是第7楼，吼，请大家注意。来因祝福体肯的信息510首，温困做工无嫌劳苦，金丝线且无事足倒，且起立来因。但愿恁逐人平平安安去，伫恁生活一中间，自行旨意伫上帝话语的教示，甘心乐意顺畅来行，通得到天父上帝的疼痛，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恁正大家三甲伫咧，到伫永世代无煞，奉主耶稣的名求甲祝福，阿门。请坐，灭岛散会。